议员游泳池上午总结顺表示，因为疫情冲击，真侪百姓生活歹过，第一时间受困境，佮无法度救济，所以再次向市长提议65岁以上长辈免交健保费。议员以目前6都来强调，确实只有台南是唯一爱缴费。会中以扛棒向市长陈情地方的心声，要求克服困难，毋望今年就来变得预算。我希望呢，这65岁以上呢，这个都要写5万8千几个是政府纳的，但是咱每一个呢，真台南市呢有23万几的这个65岁的老大人，但是咱若总要纳钱呢，爱开这套钱呢，爱交23亿啦吼，23亿。对着咱市差不多将近咱30，拄就任市长的时阵是27万人，吼下资格，吼就是65岁以上，即马是变咗31万人。哦，去3、4万呢。我用这种呢来送给市长啦，希望来变这市长吼，会当来今年度来变预算，咱来或者变65岁以上呢，也免纳这个健保费啦吼。为了有效资源好好运用并发挥上大效能，市府现阶段也是优先照顾弱势，包括低收入户的老人健保费、专业补助等等。不过因为其他5都只有百户，所以市长表示，民之所欲，常在我心。只要财政稳准，一定会让老人有感。65岁以上希望讲会当免交健保费，这是台南是6都唯一爱国缴的。虽然因为安尼，我就了解讲其他5都，因5都拢有一寡话，一寡什么5派啦，什么12派啦，什么20派啦，拢有一寡排富啦。所以我就想讲，准来研究这部分研究了有彻底结果有出来，我一定甲这个议员报告，因为你答辩质询拢关心这个议题。这我都有咧讲。因为足侪百姓这嘛是一个民意啦。虽然坦白讲起来，这必要性是如何，但这是当讨论。但是现主是百姓爱。只要人讲有一句话讲，或者民之所欲，常在我心。只要百姓爱的物件，咱来来思考，尽量伫咱财政会使情形下来尽量来化解。会中议员嘛进一步关心警力无够、倒球选手训练的环境，以及闸门区路病进度，一并要求市府检讨。台南新闻，军局张硕维采访报道。